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时间已经到，请闭本心来做今日主日礼拜。这时请咱安静心来祈祷。伊已经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来搬刷咱入伊所听的囝的国，踮伫伊的得到赎回，就是咱的罪赦免。这是咱要请赞美团带咱来保罗上帝，也有法祝福满满得回。那我们就一同起立，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山中的白灵心，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受事真好气，予的想花的果实，献出跳弹的军队。要予花树无麻麻，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祈祷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赐予伊的歌声，有落心中伊名永无山。山中的白灵心，
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味，从前转你的兄弟，为你受事真好气，予伊受花的心，做了人的根基，然后花就红满满，只手海边拖手，阮天主爱祈祷万世界。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有路一错伊也因无煞。阳光花就好满满，只手海边拖手，阮天主爱祈祷万世界。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无路心所伊也因无煞。亲爱的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主，你也会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试炼。主啊，但是谢谢你，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主，你是我们的山寨，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你里面得着安息，得着力量。主啊，谢谢你，圣灵啊，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的灵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更认识神。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生命泉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节满月，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生命泉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节满月，我们一同欢喜笑开颜。花旗响应徜徉，微风拂过花荒场，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这首歌心翱翔，我的灵全来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你面。百花香，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花旗响应徜徉，微风歌唱，为你歌唱，耶稣
他们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你面。百花开，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气息里传扬，微风拂过花瓣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啊，深深的心安详，我的灵全然来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因你恩典，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是的，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抬头的仰望着你，主啊，谢谢你时时的与我们同在，陪我们走过生命的一切的艰辛。主啊，我们有时候会流泪，我们有时候会非常的痛苦，但谢谢你，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都一直的陪着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主你里面得着帮助，得着安息。主啊，也求主你今天透过牧师来教导我们，透过牧师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你手中。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这是叫咱愿起来，来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查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是给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为死的人中国上天，全能爸上帝大平，伊要为心换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堂相通，做赦免，肉体告我，永远活命。阿们。请坐。这是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谈谈天父上中感谢你，今仔日是圣的安息日，你阁好调属伫你的正经儿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你。阮知伫这中秋过几时阵，有真侪会友返去因的故乡，也是出外，袂当到圣殿来敬拜主你。愿上帝你的圣灵带撒甲伫殿，赐平安伫因的心中，也互因来通过线上的礼拜，当即时同心来敬拜主你。主，阮伫今日也要带你来同齐道，当想搁一遍想起主的恩典，为着阮老保惠，定伫十字架第三日为向中国话。主，求你搁一遍来检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检查阮所犯着的有意无意的罪过。愿上帝用你的保惠，搁一遍来洗清阮，互真清白白会通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阮即时也特别恳求你，看讲教会有兄弟有身体病痛的、软弱的，愿上帝你来医治、来保守。也有的伫疫情心内郁卒，也是经济上拄着恶担当，愿上帝你也带撒甲伫地。阮知上帝你有牵引的手来度过一切这个难关。愿上帝帮助阮，阮真欢喜。今日罗牧师搁伫阮中间，要来讲出上帝你的奥妙的道理。愿阮每一个人拍开耳孔，专心来听，将上帝话放伫阮的心肝头，成做阮的帮赞。也要将今日的聚会为头到尾，恭恭敬敬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来保守。阮伫面头前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们。这是咱要请圣歌都来咱学乐。因为就是奇妙的双手，奇妙的双手。
即是咱三个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个罗马哥林多前书第9章20到27节，20到27节，咱三个来听上帝话。逐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是要互我通三角有份伫福音。敢毋知伫场搭走的，逐个着走。若是得着报酬只有一个，恁着安尼走，才通得着。既若斗走的，逐项事着准则。伊是要得着会败坏的免流，若是咱是要得着袂败坏的。所以我安尼伫走，毋是亲像无定着的方向。我拍拳，无亲像伫拍空气。我拍我的身躯够忝忝，互伊幸福。今日我已经传互别人，本身检才拄着拒绝。这是咱要请罗牧师来咱讲道，伊的题目是“福音是人生的核心价值”。福音是人生的核心价值。兄弟大家平安。咱感谢主，虽然伫这个世界的大大变化的中间，但是咱伫主的内面，咱有一粒安稳的心，因为主耶稣是咱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也是咱风雨中迄个互咱得到平安的主。咱甲隔壁的人讲，伫耶稣内面，咱拢无惊。耶稣伊来世间的目的，就是互咱透过伊来咱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可以重新苏醒过来。因为信，耶稣讲哦，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咱的心，咱的信心，若切起来来恢复咱的生命，咱就会当克服所有一切的困难。耶稣来，伊目的就是要互咱看见伊的疼，甲伊为着咱定伫十字架，佮对死里过啊，互咱有信心。信心就是起造伫耶稣基督迄个超过一切疼，以及赢过死亡这个关灵的疼。所以咱耶稣基督的成就咱就会恢复信心。咱的生命因为信心就开力，因为信心咱的生命所拄到的乌云就拨开。因为信心，咱就得到上帝所赏赐咱智慧，咱就会通去面对咱所拄到一切难题。所以信心就是咱生命一个关键。耶稣来，互咱信心，这就是福音。所以咱看见耶稣传福音的时，伊拢讲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有没有？伊无讲其他的哦。你的信救了你，信互咱通得到救。因为信，互咱甲上帝连结做伙。上帝就是对无创造有，互世人搁活的上帝。咱的生命连结伫安尼上帝的成就，咱就领受到对上帝来迄个信心的稳定。伫神的内面，凡事拢会。阿免。甲隔壁人讲，伫神的内面，我凡事拢会。所以咱就来想耶稣基督，咱在传福音传福音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啦，免想遐济你解释讲福音到底什么意思足简单的，福音就是耶稣只有耶稣会救咱，这才是真正福音。世界嘛足济拢讲什么好消息，对不对？咱拢甲勇士讲耶稣福音就是好消息，没错啦，好消息太济咧。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互咱的生命咱得救，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咱基督徒的生命的核心咱知影咱的人生拢咧活着为什么咱拍拼呢？就是咱生命有一个价值伫咱的生命内面有一个理念咱为着这个价值的努力所以古早这个很多这个有名的人因拢留下这个做千古的典范就是什么呢？因为为了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的信念
在这努力，甚至舍命。所以咱就知道讲哇，他们是为了一个信仰或者理念在活的人所以咱在这理念就是他们生命的一个核心价值咱社会当改变先是因为有人他们以改变我们的社会做他们生命的一个价值，什么种的改变？他们这个社会，比如讲比如过去不是民主的时代但是因就讲这社会迄个民主才是咱的这做社会价值文化的核心价值，所以就打拼努力结果真侪人伫迄个未民主的时因为着要争取民主自由安怎牺牲啊，互伊关因是安怎甘愿呢？因感觉讲这个因的心内这个信仰跟理念这个要紧比因的性命更加要紧。咱知影伫这个一两年前，这个香港在反送中嘛是同款的意思啊。为什么甘愿讲起风咧转水风、狂风拍呢甚至讲将来他们也知道，他们可能会被抓去判刑真的有但是他们就是勇敢的跑到街上去遭受那一种这个无理的攻击，但是他们却愿意，为什么？对不对？生命里面有一个他们追求民主的意识这就是你的价值包括今仔日足侪人在为着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运动人权的运动是讲甚至说有人为了环境生态在努力，他们牺牲一切你感觉这是生命这个价值，因为他们为了这个在活啦基督徒咧，基督徒当然我们基督徒是为了福音在活啦，也因着福音在活啦因为耶稣基督保罗讲他如今在我里面活着了，不再是我，乃是谁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因为基督我们活着，所以我们就活出新人嘛这是咱基督徒所渴望所爱所要无的，这就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核心的价值了有一个匈牙利的咱都知影这个足出名的，对不对匈牙利1849年一个爱国诗人这斐多菲伊捌留一个咱大家拢最爱讲的安怎咱做来读一遍好不好？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安尼什么上要紧？爱情是什么？生命都不是，自由上要紧。伊讲勿自由，不自由，什么意思？自由比伊的生命要紧。为了讲什么呀？这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我的名被受到侮辱跟你拼了，对不对？是不是嘛？所以名誉较再要紧是生命较要紧。为着保持伊的这个名声是感觉好的名誉无有武装伊感觉讲我牺牲嘛要紧的，为了我的名誉，我在战所以咱即摆咧讲抗中保台什么较要紧？国家较要紧。没有国家，你就会失去自由一切。这不是讲政治，这是一个价值政治是另外一个代志本来一个人听伊的国家，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哪有人无爱听家己的国家的？敢不是呢？这是最基本的。到你家入拢是这个所在，听这个所在，为这个所在牺牲，这是个国民基本的一个价值啦。这你基督徒，因为耶稣而活，因为耶稣而生，因为耶稣而活，所以咱为了福音，咱也是如此的活出我们生命的一个价值来所以咱知影这个咱看理念、看操守远胜过一切啦是不是超过咱生命？耶稣还有讲一句话若家己要救家己生命的，安怎丧失生命？那为着我来丧失来迄个牺牲生命，安怎得到生命啊？就是上帝国的逻辑跟平常时的咱的世界逻辑不同款啦为了神国的价值而舍身的反而得着啥？咱的世界努力拢这短暂的会消失的生命啦，咱的努力拢是安尼啦或者咱偌努力咱的生命咱赢得的都是会消失。但是你基督内面所要得着啥？
永不败坏的。哇，这个是咱基督徒爱抓掉的吼，以为把它看作是咱生命上要紧的。所以福音既然是这个我们基督徒的核心价值就是基督伊无论世界安怎变化安那拢无可取代，反哦。有人讲世界咧变，什么人没变？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固不变，这个才叫做真理的价值。不改变叫做真理啦。那今仔日安尼，明仔载安尼变来变去啊！你讲较早咧变来变去，变色咯就是没有核心价值，对不对？咱知影咱讲看一个人检视他的人格，他有没有变来变去啦？可信吗？他一个持守他核心价值的生命，才是可信的，才可交托的。那变来变去那个投机分子，你知影所以那你要分辨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特别要抓住什么是我们应该紧紧认定的，包括对一个人的评价也是如此啊。我们用福音的角度，用信仰的角度，信仰真理角度来看这个世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超越不是说因为政治，当然有些人政治取向喜好另外一件事了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基督徒的眼光了所以我们在面对着世界的变动我们近几年来。现在世界实在是太多的变动，对，改先有那个瘟疫，对不对？有战争，对不对？后来有在天然的灾害，最近也蛮变化蛮多的。有的所在的旱灾，有的所在的水灾，有的所在在火灾有的所在在地震，对不对？世界都在变动，甚至我们这个经济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对不对？现在通膨啦，还有弟兄姐妹，你们都有投资股票有对你们有没有抓到那个不变的价值啊？不然的话，这个随那个震动出来，有时候太高兴了。以前你们的钢铁大王你唔知无？我你讲啥？你知意思无？投资钢铁用大汉级，对不对？是投资也是运输大汉级做到，结果今晚呢我老刚刚咧有的人就讲是上尾是大陆咧买，我来买一个有差。买是其实好啊啦，那是散户啦我的意思是讲我们是跟随，跟随你就不知道我到底我要抓住的我的核心的价值在哪里，你不知道，因为你不会判断，你不会判断的结果谢谢。如果我们没有个核心价值，我们去判断这个我们比如说要付出的那我们就会受到极大的这个影响，损失很惨重也受这个世代的影响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说什么不改变？福音不改变，福音就是神的爱，神全能的爱。是神的救恩无可取代。任何一个世代即使在世代在变动当中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需要，福音永远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福音里面，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就在领受了耶稣的福音，我们真的在变动的时代才有平安，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磐石上。耶稣说我的话就是这个遵守我的话去行的，就如同把你的人生建造在磐石上所以福音是我们生命的磐石，因为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真理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特别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要建造在福音之上。教会是如此啦，教会我们受到这个时潮的影响当然有些形式会改变，没关系，但是福音的核心不改变的。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代当中有智慧的来这个认识福音来分享福音传扬福音这是时代在改变有不同的方式，但是那个核心呢是那个这福音的这内容核心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我们更要在这个变动的世代要怎么样紧紧的抓住这个福音的价值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活出神的荣耀特别看到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咱能够安怎
哇，耶稣要来吼！这我姐听到每拜祈祷的时候讲，哦，看到这个地震啦、火灾啦，什么一切世界的战乱啦，他就做祷告说，哦，这个记号这个屌头了哈，哦，让我们知道耶稣快来的哈。他每次祷告是这样哦，但是耶稣是快来没错，但是我们要如何来迎接耶稣再来？耶稣来，咱得冲上，好，这很重要，对不对？教会在做什么？好所以很重要所以我们更要紧紧的抓住福音教会属灵能力是出自哪里呀？教会的能力就出自福音了。福音嘛基督徒的生命的能力也是出自福音呐。所以说在罗马书第1章这10节讲，你讲我必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凡相信的人。能救赎我们的唯有福音，就是基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变动时代当中，世代会带给我们生命的威胁，会带给我们生命的迷惑甚至沉沦。但是唯有福音能拯救我们就是我们紧紧抓住了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想想看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福音我们的人生基督徒很多人不要以为基督徒都是有福音的不是要问大家自己想，你心中有福音吗？这个很重要，对不对？不见得每个基督徒心中有福音如果基督徒没有福音，就是跟一般人一样没有盼望，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会遇到困难没错，但是在福音里面我们有盼望还有教会如果有福音呢这是爱思想的什么会变成啥？软弱无力，就是说属灵的软弱无力这个普遍今天的教会我不认为是有能力的教会的。我今天的认为我们教会是软弱的。为什么？福音跑掉了。为什么福音跑掉了？基督徒对福音没有确信教会没有福音的内容有很多认为不错的东西，我们都从事以好的东西不错，教会都不是做坏事情嘛教会都要做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取代最重要的东西了。我们以为这样就够了，没有，我们要抓住最重要的教会就所以为教会的那个核心所以有人咧，我要听一人讲他就讲要让教会成为教会，但是他讲一大堆，耶稣不见了，教会如何让教会成为教会呢？我们教会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有救恩基督徒，如果你的生命你勇敢的来高举耶稣基督，勇敢的告别告白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救主，你这样自己确信这样向人宣告，你的生命就会大有能力。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有在基督里面，我就有盼望了所以教会也是一样。今天为什么我最喜欢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福音？因为我看到教会常常大家在睡觉嘞属灵没有能力为什么？福音不再是他们生命的感动，也不知道耶稣，也不再是他们生命的经历。所以耶稣，我们所说的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耶稣基督？是行神奇奇事的耶稣，是让人的在真里面得着自由的耶稣，是在神的爱里面生命得着释放的耶稣。但是我们基督徒却在生活里面很少经历，因为我们如果不再对福音有确信，我们就不能经历这样的恩典因为为什么耶稣说他要求父赐下圣灵给我们？为了福音。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圣灵追求圣灵，弟兄姐妹，很多人都说都很喜欢圣灵，做什么？很重要。圣灵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感动是为了恩典只有感动没有恩典要改造我们的生命要兴起我们兴起主所拣选的人，要兴起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应该是在福音，就是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所以教会很重要。现在的教会
需要回到福音，对福音有信心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命，我们看到他来没有其他的，就是为了福音，为了福音。所以他的福音带给我们判断和能力因为福音经由福音使我们领受了圣灵的生命以及天国的祝福了所以你看这多美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福音里面圣灵在我们生命所做奇妙的事，改造我们一个人让我们知道天国的祝福是什么。你深深知道你是天父的儿女了所以咱的天父上帝下是安怎上帝，家里都安怎天父是怎样一个神天父是如何做这样的，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要承继天父的产业了，所以天父安怎做家己的，咱就会当领受伊要互咱的产业的福气所以这就是咱失落的所在了所以这个时代我感觉讲耶稣在呼召我们耶稣来自己舍己传福音对不对？伊嘛呼召人来来做门徒所以耶稣伊所做的就是为了成就福音呼召门徒呢，呼召门徒来耶稣嘛，耶稣你们来跟随我你要看见福音的价值所以我们做门徒首先最重要就是说，经由耶稣我们看到福音的价值要看见福音价值的时候，耶稣嘛说，你们如果要跟随我，你当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我，对不对？就是委身在这个委身在福音里面为身体福音嘛为身福音的时候，上帝荣耀的经由你来彰显出来了咱就会当本身领受神这个丰盛以及永生的一个祝福耶稣伫马可福音第10章安尼讲，我实在甲恁讲为着我甲福音缘故，若愿意放了讲房屋啦、弟兄啦、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100倍的而且呢有个讲作对不对？然后并且你们要受逼迫来世必得永生。这所在有大家错很难，对不对？不过这是一个价值的比较了。这意思是讲福音所要带给我们的价值胜过我们房屋、我们父母、我们儿女呢。这个意思是这样但是一个关键说，你看到福音的价值是如此吗？你看看福音的价值是如此吗？超过我们现实的，我们看到哇，这个但是福音耶稣告诉我们，人为我抛下抛下不是销售我得着100倍但是这上面这是一个付出的意思啦，代价的意思包括为了福音伊讲也会受逼迫这是什么？这嘛是一个代价的意思呢为了福音需要付出代价，很多人就为了他们的价值付出生命的无就讲好，袂当袂使为着要成就伊的目标，对不对？为了愿意牺牲他自己把伊所有都付出来，但是为了要达到个目标了这样子更重要就是说耶稣要给我们有永生的一个祝福了所以能为价值委身就是付出代价，愿意付出代价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所以超越世界永恒的一个价值世界无通什么会当甲基督比，还是袂通甲这个福音来比了所以福音的价值压过世间的一切压过世间的一切所以我们在世上无论怎么都值得，为了福音无论怎么牺牲都值得的意思了。刚才那一段经文是这样包括我们干嘛咱想要见的亲父母亲人意思说这价值超过安尼所以福音就是让人得到永生的稳定永生世上没有什么可以因我们努力而可以换得的，没有福音是因为基督神的恩典赏赐给我们的，咱努力袂当所以意思是说
宁愿就是宁愿我这世间拢看做上计要紧的，我宁愿为了基督而死了。这是一个价值的一个比较嘞。所以福音呢，你说用永活要互咱永活这永活啥？是上帝手所既然愿意谦卑相信的人啦，拢得得到啦。这是一个恩典啦。上帝互咱就是恩典，互咱就是恩典。所以人会因为信得得救搁强的是要紧。信得救归伫教会啦。教会咱就亲像这歌罗西书第12章这安尼讲的讲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甲圣徒正圣徒伫光明中得到基业因为什么呢？伊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互咱搬到伫上帝听见的国度内面，伫基督的国度内面上帝就互咱因为信耶稣，咱就加对上帝国的国民上帝国的国民这是咧讲啥？这就是教会啦。所以教会今仔日的教会啦，咱就是一个属是上帝国的国民所组织的所在。伫这所在咱安怎？咱赢过黑暗的关系。所以教会赢过黑暗的权势。所以耶稣讲我要赐给你权柄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安怎？在天上干嘛？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是教会，这是教会。所以教会大有能力啊！因为有权柄啊，这是耶稣所应许。但是咱今日就是欠过强啦，无信心来运用这个权柄，因为咱唔知影有这个权柄所以无信心运用，所以就无法度看见。因为咱信心所使用权柄，上帝荣耀的教会来兑现啦。这是今仔日咱上界大一个算式啦所以伫教会咱爱宣告咱是一个得胜的团体，是一个光明的团体，是上帝的国度咱来宣告。所以甲隔壁人讲咱是我们是得胜的团体啦咱安尼肯定所以得胜团体包括得胜什么？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名来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人祷告他如果生病，我们为他祷告；如果他遇到什么患难，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因为耶稣讲我给你的权柄你们可以捆绑，可以住，我们可以捆绑仇敌的权势，我们可以释放被捆绑的人，我们可以祷告医治，神这个祷告的全能恩典施恩在我们当中我们为了人的得救，我们祷告让那个人可以从黑暗的权势被魔鬼捆绑的那一种境地得释放出来能够归入到主的名下就是教会了这是教会。所以我们再次的认识教会，是因为福音，所以我们就大有权柄福音有两个的核心价值了浓缩来讲因为这咱拢解释的第一个是大诫命嘛大诫命就是讲耶稣讲恁就三条对不对恁就彼此相听，亲像我听恁的。这是真的，就是耶稣安怎听咱，咱要安怎样相听，对不对？咧见证我咱是这个基督门徒，所以听啥？听彼此相听，得显出信心的。我听你，你听我，我会当包容你，你当包容我。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你扶持我，我扶持你。我做这知影你的软弱，我会通来接纳你。你嘛发现到我足侪缺点，但是你欢喜接纳我。这是啥？这就是听的规律啦。所以你听的内面无惊吓，是不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了看到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恩典呐。无惊吓，这讲嘛，这是听所带出来一个果效。所以咱人生的中间，咱拢因为惊吓失去真侪恩典的，所以就听起来无惊吓。所以大改变就是讲咱做伙时咱咧讲耶稣讲恁是世间的光，对不对？咱讲哇，安尼咱的光免来发光，咱若彼此相听就发光教会讲存在社区的每一个灯塔，对不对？教会的所在老听哇。在爱的地方就有神迹发生，因为那里有真正的信心
哦，我为你祷告，这是爱。信心的祷告就释放出神的全能。还有耶稣唔是安尼尔呢？所以这新的改名耶稣安尼讲，来个大使命对不对？大使命就传扬上帝的听啦。福音其实就是核心，就是上帝的听，就耶稣基督啦。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安怎听世间人牺牲伊本身对不对？咱最本道的，咱就小好调来，咱出去去讲上帝多么的爱我们呐！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讲透过宣扬这个上帝的听人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咱爱确信，咱的传统有别人就是要改变，咱拢真客气啦。我来传我拢做无客气的。真肯定讲分享。所以伫心内不时的感觉我要跟他分享福音了。所以我做自行车就把带自行车的人信主了阮教会来摒扫我就甲摒扫带他接触信主啦。阮教会嘛拄仔换一个清扫公司我就心内讲这个欧巴桑我要带去信主我就心内祈祷，每拜来我就好好接待他这个上礼拜我真的带他接触信主了，我感谢主了我去这参加一个中部的牧师的阮同工的迄个爸爸过星期伊是牧师我想讲坐计程车去你后尾佫看一个会友伫台中伫彰化坐到台中我伫坐计程车的时我就甲计程车司机分享结果计程车我带计程车司机就在这个教会时我带他接触祷告伊大声嘛人真豪爽真乐观但是后来讲到尾伊说讲伊生命拄着难题，我今日伊拄着我，你真了福气，因为上帝听你，耶稣要改变你，我就讲福音互伊听，我讲好，我要信，伊就接触信主所以当咱高举耶稣的时候，神就把得救的人带到我们当中了。咱哪唔敢讲，咱讲这个间接的人家知道间接的，不知道直接的。直接的是什么人？耶稣的救恩，甲隔壁人讲，直接的是耶稣的救恩。唔通讲出客气，惊讲还惊着啦，袂啦，咱是不会祝福伊呢。咱对热情，我们的爱就让他无可拒绝，让他不害怕。他你对你的信仰这么坚定信心，我也要。你若惊唔敢好大来讲你信的真的假你家己都无相信无遐尼确信无把握干啥呢？牧师讲你个道理无？那对我们的信仰很有信心，很有把握，跟他分享说，如何经历这个信仰带给我生命的主，你也可以得着我要传扬给你，让你的生命也得到这份福气哇！如果说我们的基督，我们做神的耶稣的门徒，我们的教会是如此的话，教会哪会无咱？教会哪会无能力？教会哪人未来？所以说呢，弟兄姐妹，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福音。所以看到保罗看见福音的价值，他怎么活？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就是看见福音的价值很难，对不对？很难，但是保罗看见了，也这样委身的所以他讲我无传其他无夸靠什么啦，只有夸靠主耶稣基督的世界。美国教会就是这样我有大家会甲阮教会不也教会以外，有哪挑战讲我们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不是原本书讲除了钱以外，拢穷到只有剩下钱，对不对？这其实那是阮一个长老因亲家啦。咱嘛是问教会人拢好，人拢做但是欠一项啦，迄是不是拢也无够悬呢？耶稣无够不被高举呢？所以咱感觉对，我们要高举耶稣，有了耶稣，其他我们就不必担心的，感谢主，我们就勇敢的。我们看到这个很快的，我分享这个我们看到保罗与委身福音第一就是他为了一切做代志，一切拢为着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故，心内想拢是安尼啦做一切事伊讲
我管你假设什么人这个软弱就我跟他做一个软弱人，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当个律法之下的人，没人做我人生的这变化上，我为了得着人的为了跟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啦。哎呦，哇，咱放伫这个心内，所以不能工作，咱是认真工作，我哋祝福这间公司，祝福我周边的同事，我为了得到他们我教会就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呢。我拢李气象节的工作我们叫气象班我上个礼拜他有个3个人来信主我那个写的嘛是迄气象班带的，气象班带来信主这个爸爸来个儿子来女儿来，结果儿子来，儿子先生较早生的，女儿来女儿搁生的爸爸较后面生的安尼但是拢生的过来太太来太太生的，3年后太太生的先生生的，儿子都死了哇！为啥？我的弟兄我感觉足感动伊伫伊的机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哇，感谢主！所以以福音为他的传福音对他的喜乐了所以我看到受了很大的激励所以我看到我门徒这么积极努力做牧师的，人讲牧师是迄个牧者袂生羊对不对？羊仔拢在生羊是牧羊仔代志，我不偷咧代志，牧者嘛是羊仔，牧者嘛爱晓生所以就我牧师就要带领大家生养众多，对不对？牧师就是要带头传福音的感谢主了所以您以后找着这个牧师他很喜欢传福音教会就有希望了。好 ，OK， 好。其他另外讲哥罗西书第1章28节、29节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尽力。有保罗时时刻刻，无论咧想策略也好是咧想方法也好这样弄这样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咱安尼想的时我想很快的我们的身边神就把那得救人带来。我看到一个，上帝拢将迄个得救人带到什么所在？对福音有信心，在传福音的人的地方不是相信福音的而已当然，基督徒咱拢相信福音对，但是我如果没有传神就不会把得救人带到我们当中了。传福音的地方就是预备迎接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这叫传福音。所以每个人神带来的都是带来一个祝福的恩典，每个人。所以这些都是 best 我们传福音对象，我们想到了，我们只要想到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亲人还没信主，他们就是预备等候来祝福我们的人。知道吗？如果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进到我们的教会，他成为我们的恩典神祝我们恩典神祝的恩典带到哪里去？带到那一些预备好迎接的，就是传福音的教会。阿们。所以中兴教会应该是这样的教会相信的好，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那个渴慕的心以及预备好要来迎接那个得救的人都在做预备相信神一天会大大兴起我们中兴教会了好这个第2项就讲为得着福音对得着不坏的冠冕。传福音不是传福音还有奖赏嘞这个奖赏是什么？不朽坏的冠冕人讲信耶稣信得恩典没错但是我愿意委身福音得什么？得奖赏所以得救恩跟得奖赏不一样得救恩神是给我们这个天国的福分，对不对？永生的福分，永生的但是这个我们为福音征战努力你看这不朽冠冕是荣耀的意思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得救了，还要得荣耀隔壁人讲我们不止得救，还要得荣耀因为大家人信到得救咧何必咧？何必遐艰苦咧？我凉做基督徒甲做拍拼做基督有啥物差别？就差这项啦，得救甲得荣耀尔啦。你得救，我也得救安尼 OK
没有我要得荣耀，基督徒要有那个得荣耀的观念啦吼。所以我保罗讲我咧得走，我都不是空讲个吼，我想啦有目标的，我要为了得不朽坏的冠冕，他深深知道神为他那个不朽坏的冠冕等候着他，这重要奖赏啊！在基督徒人生当中咱的努力，这就不朽坏咧。巴菲特安尼讲昨天看过伊的书对不对？伊讲伊一本书嘛叫做《看见价值》咧，我不是抄伊啦吼。但是我就看了伊讲，你付出的是什么价格，但是得到的是价值。伊讲为什么讲？迄个做那伊投资伊讲咱讲为股神，我是毋捌伊啦，我是这查台反正巴菲特讲这种较有地位的话，伊是什么投资之王经营什么股票之神什么伊的伊拢立于不败之地伊讲我看伊在选股啦咱中间老咧做投资讲，你要看到这个股票的未来，不是现在。但不过咱也知伊安尼，当然伊这冇办法啦，有团队什么知伊就算着了，伊无轻易讲我紧来买伊，毋是足久但是足久伊拢大趁钱呢咱就袂当当遐久咧因为咱都无看到遐咧是安尼但是伊讲的话真有意思啦咱付出是价格啦，价格什么1块2块对不对？安尼付出的价值嘞。价值这个除了讲报酬，比如讲我付出10块，将来可能我若赔这个几啊10块安尼这是一个因为价值付出去价格付出去所带来的一价安怎？各喜乐，各荣耀，干不是呢？各彰显各安怎？各会增加智慧，哇，这种足侪，这是价值啊！价格是单单你的几块银偌济钱，一个偌济钱付出偌济，但是他看到不只是我下去我要收回多少钱，不是安尼啊。所以伊讲伊赚的钱伊讲85%拢捐献啦。所以他的目的，人生目的不是为了赚钱的。伊讲，我有当时想拢无，我这人遮济钱但是伊遮济钱你讲要开嘛开不了，买啥什么嘛拢可嘛但是他们就继续投资当然迄真的原因啦不过因为说其实他们的投资是在创造价值啊，他们在创造价值，所以是价值满足我们的生命，不是价格啊，知道？银行的这破数字偌济就是银行呢。但是如果说我这些银行的这些数字能够创造价值，成为爱的工具，成为福音的用途，或者成为能够在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然后有益于人这才变成一个价值你会知意思不？我们付出去的得到的不再是数字了，更多的是不是？很多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所带来的生命，更比这个数字更美好的一个祝福了，所以这个是我看到这个对这个名人搞的人看到安尼所以咱看看，不是讲得奖赏的艺人嘛，这我来这个也做这原文个问号咧，咱讲咱为翻译讲这种的一个当然，你古早时代得到冠军的迄个人有一个冠一个这个做就是冠冕安尼啦大家爱讲爱讲里面的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意思我们每个人都当作我要得那个冠冕在跑的意思是什么？我人生是有一个目标。我要追求神国的荣耀，我要得着，这不是跟人比，这不是跟人比，就是我一个目标，我要得到神国的荣耀，我这样努力，的意思啦，所以保罗伊讲，我为着要，我为着迄个未败坏这个荣耀，我得努力我来付出第三伊我对准目标了
尽力持守不失落所以讲我们奔跑不定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就是攻克己身自己。行讲家己我头脑人好，真好，但是我失落咧，哇，这常常也是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要警醒的啦很重要我们也要对准目标，很多好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有时候我们因为做好的事情结果最重要不做咧说哇无结果，很多做好代志，但是无结果就是对准目标说我要有结果的意思啦，我专注的意思啦我不受其他好的诱惑，其他会咱分心好的这做迄嘛袂歹来做这停再做这摆做还佫看迄袂歹人别人去创造咱嘛无，咱坚心决意传福音的时咱讲以得人为目标时，咱就安尼来维生这就是毋是咧拍空气呢真正有当时咱讲咱做袂歹，但是亲像拍空气啦好最后这个伊讲安尼伊讲为生命为念啦不看为这个宝贵伊讲我唔生命拢无爱定呢，因为为着要得到迄个奖赏啦安尼为着福音的大家奖赏所以最后就是讲世界情势在变化咱联想到耶稣要回来，对不对那我们要做什么最重要对不对耶稣讲咱是世界的光，对不对就安怎小囡仔耶稣伊咧讲新教材来是安怎爱安怎点灯夜指，对不对袂使讲耶稣来讲系我这也无油袂我这个灯火也袂光把灯点起来咱时时刻刻拢点咧耶稣当时当然咱拢欢迎也免紧张啦，对不对烦恼当耶稣当来时咱就发光咱就是伫个荣耀中赢之一和平欢喜快乐，所以是讲耶稣来时咱耶稣上欢喜的人咱在做伊上界这个最介意的事，最在乎的事啦耶稣上在乎啥？万人得救传到耶稣安怎传迄咱时阵巴拉足侪人都受太侪理论啦第四讲拢咧受理论，所以无咧传呢福音这时代安迄伤济很单纯的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迄种太多神学问题让神学家去烦恼了我们教会核心，我们做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使万人做主的门徒等耶稣回来的时候安怎我们就在荣耀里面迎接耶稣我们成为有福的主的门徒，成为有福的教会。阿们。咱甲隔壁的人讲我们是有福的门徒，有福的教会。阿们。咱大家记得，弟妹上帝，阮感谢你，阮早起伫这所在互相勉励，主你来世间真侪福音，为着要唤醒阮的信心，因为你来本身就是福音，因为信你，阮得到救。不如将这个称作福音，因为只有你救见那相信的人。那感谢主，互阮已经认捌耶稣做阮的生命救主，我嘛相信主耶稣基督你所带的福音要享受阮恩典，永活救恩的恩典。感谢你阮自己做伙真做教会，主你是阮生命的主，嘛是教会的主。阮自己做伙时，就是咧遵探你的教示命令，阮必须三听。因为当阮三听的时，主讲人就知阮是你学生，也因为阮三听，你伫阮中间。那呢，你爱阮出去来宣扬，主你就是迄位互人仰望的上帝，是听世间人的上帝。阮出去勇敢壮大，宣告耶稣基督就是阮的救主。虽然世界有真侪这理论在产生世界在变动，但是主阮对你的救恩，对你的信无改变，因为你才是阮世代变动
一个磐石瓦壳，感谢罗你，求你施恩赐福伫阮中心教会，阮北半边，我们照这经充满上帝你的荣耀，让子更较侪得救的人进入的教会，伫这个所在，我们同心合意来高举主你的名，高举主你福音。阮这时也要进入到伫圣餐，搁一摆思想耶稣基督来所祝福阮生命恩典，阮献上感谢，求天父也庇平阮的心，圣神伫阮中间来施恩引导阮。感谢你，俄罗你基督克耶稣的名，阿免。接下咱来吟圣诗122首吼，来要进入圣餐。天父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来带阮生命愿望，也因为你为着阮定十字架，阮的罪得到赦免，也因为你是第4年国外的主，阮就会通领受对你来圣神新的画面。但阮即群受主你精选所听从的儿女，三甲围雷伫主你恩典的道，阮伫这个所在，透过这个圣礼典，上面纪念主你为着阮所展现的恩典，上面阮也要搁一摆来体会、来领受、来认知，主你伫阮生命内面来做主、做王、掌权。上时，也阮兄弟姊妹结连伫你的听内面，阮成做一个得胜的团体。主啊，感谢你，透过这个圣餐，互阮会记你，你是阮活命的主，你常常甲阮三甲伫地，你的听永远无煞。那这个时阵，阮也照做你所摆列的所命令的，摆列这饼甲葡萄汁，求天父上帝你来施恩圣化，互阮所领受的圣神进入伫阮的内面，搁一摆启示阮、感动阮。阮将今仔日这个圣餐，搁一摆仰望伫主你恩典的圣手，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今年这个伫主的名受洗的兄弟姊妹欢迎你来三甲这主的道，领受主的恩典。咱嘛搁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得着安息。耶稣又说。凡饥渴慕义的人他们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耶稣嘛讲，我站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来开门的人我要进去与他同坐席主耶稣基督嘛安尼邀请咱
来甲伊三角祭道来领受耶恩典。所以伫即个时，咱嘛照主耶稣基督吩咐，咱就摆设饼甲葡萄汁伫咱的即个头前，咱求天父上帝来赐阮祝福。若伫咱中间就未领洗礼我鼓励你较紧来领洗礼，人进入伫上帝恩典的即个国度内面做伙来享受即个恩典的欢喜甲快乐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既然恁食的时，就今来纪念我。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既然恁食的时，就今来纪念我。请咱的长老来服侍。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摕到了后，咱会通用感谢的心，感谢上帝。咱听候大家拢摕坐了，咱做伙来享受。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了后，主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服侍。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
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死，就今日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家伫咧。阿免，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无弃嫌，愿卑微误会拉萨的人。你透过你的救恩，互阮得到清气，搁伫你圣神的恩典中，也帮助阮成圣。特别透过圣餐，阮搁一摆领受上帝你的恩典，阮互阮深知，阮是属于主你的，而且也互阮正兄弟姊妹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三个结连来成做一体。主耶稣，你毋但是阮个人的救主，也是全体教会的主。阮圣坛伫你的引带内面，搁伫你的教示甲命令内面，来做伙起造一间荣耀上帝、大有权能开达的教会。主啊，阮感谢你，你是阮祝福所有来到伫你面前谦卑恳求的人。而且主，你毋但要祝福因个人，也要祝福因的家庭，祝福因的工作，祝福因的事业，因为拢伫迄个领域内面，要看见因是属主你的囝儿，主你甲因三家伫地，主你对因的应允无变化。阮正兄弟姊妹也要伫生活的中间，用信心来领受你透过主耶稣基督所有一切应允，拢是实实在在。感谢俄罗主，愿天父上帝你的恩惠、圣神的引带，继续帮助阮将来家，互阮甲你毋但伫即个时阵相通，伫阮的生活的内面，阮嘛拢活伫你的同在中。感谢俄罗基督靠耶稣的名，阿免。这是要来收杯然后咱嘛要奉献吼。这是叫咱去啉来吟红的诗。
这时咱看咱周报，有公道的几项，我即时来报告。第一，咱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才照顾因的亲人来台岛，去恳求驻店同在咱也真欢喜看到方朝兄吼，转来伫咱中间，来拍扑吼，伊顶礼拜紧急送去急诊室吼，真大概像是迄个赞美诗小像奇妙的双手吼，伊今坐伫遮等三个敬拜上帝吼，拄啊牧师有讲吼，还有未领洗礼的人吼，备办室不该来领洗礼啦吼，来祈拜，来拍扑吼，来。咱即礼拜咱特别为着谢美雄长老因全家吼，李秀子、谢千明、邱丽婷、谢定杰、谢思怡，郑国华、邱文英吼，因两家为着身心灵健康来台岛。咱每一个人为着咱厝里的人台岛，特别伫这疫情内底吼，有人会去得也是要居家隔离，吼，咱为着因来祈祷，为着咱年老的咱身躯。有病痛欠痛的吼，求上帝来医治来照顾。咱为着咱每一个人，为着咱周围人来祈祷，即是请咱起立来讲道。请咱伊完起来，咱吟上营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罗牧师传来祝祷。
世代。愿救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扶持帮赞引带，甲咱正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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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请坐。咱即时要来报告进前，咱先开咱的周报。咱大今日经过读两解，一解台语，一解国语。来，咱先来读台语。逐项事，我因为福音的愿行，是互我通到3.5分的福音来华语。凡我所事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得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好，我来报告。咱今日罗牧师伫遮为咱来主持圣礼典，真多谢伊。咱现在礼拜四咱要分小组吼，咱有天，有还袂天无要紧。咱4楼吼，现在来填迄个是迄个信造就组，请咱到4楼去，迄个。一章昨若要带咱吼，要查过腓立比书吼1章到第4章。若是福音组的吼，也是讲我毋知要参加对家，你会使带福音组。咱有2组，一组咱要请地长老吼，地部门长老带1组，陈子错老师带1组吼。男生是带郑伯文长老，查某是带陈子错，伫遮咱分做2组吼。第3点咱特别报告吼，今日真欢喜吼。迄林玉珍传道伫咱中间吼，咱请伊徛开吼，咱拍拍来欢迎吼。是迄个慧茹姐吼，特别邀请伊来，超到为花莲拼来咱中间吼。伊来吼，伊不怕风雨吼，所以虽然咱耍的嘛不怕风雨，留下来听他美好的见证吼，很难得哦吼。所以不要离开。你有加不倒腰，小组了，咱有分迄个。小点心互咱食吼，所以咱留来，大家来参加吼。今日咱本来要颁发迄个这学期的奖学金吼，因为真侪囡仔迄个出外，阁有诶家长感染，所以他们要居家隔离，1+7吼，在厝诶，所以袂当来。他们在下个礼拜来颁发吼，今日有来，歹势，后礼拜再来说摕奖学金吼。咱教会要参加7级中会迄个净滩吼。若有要去的人，请到后壁填吼，只要200块。到下礼拜截止吼。是伫下晡3点在迄个金山的所在吼。咱本来按算要邀下礼拜，人伤少，咱就加去净滩，还是讲看安怎吼。若要去的人，意思请到后壁来填。奉献报告，
甲逐间咱请家己来看。好，啊，报告以上吼，啊，这是咱带咱州的人行平安礼吼，行礼吼。我头开始进前礼拜进前从我来。